我們小時候叫華南電影市場，廣東地區，我哋一定要做好呢個地區嗰個發展。所以我希望我下一步就是說，我能不能，比方說我拍一些廣東電影，跟廣東地區合作。但是廣東呢，我又敢說一個大家不敢說，廣東是一個比較好悠閒啊。廣東地區嘅，他們不是一個好戰鬥格的，不是很有野心的。廣東是一個很不是說封閉，是一個比較自給自足的地方。可能他們可以拍什麼72家租客啊，拍咩外來媳婦本地郎，可以拍拍幾廿年可以。電影版都可以拍，但係廣東地區係好多觀眾，廣東地區係香港電影嘅票倉嚟。係啊，但係我哋從來冇人認真去打，只有一個人有咁嘅 sensibility，嗰個就係江老闆江志強，因為佢真係知道點樣打。而家今次夜王佢又諗住去打啦，咁然後之前包括毒舌大狀啊，跟住還是覺得最後都香港嘅那個飯戲攻心啦，佢已經打，而且佢打得好成功。咁我又覺得，佢又打喎，咁我又諗下我點打，就仲諗緊點打，因為即使係相同，大家都係粵語嘅，但係都有文化嘅差異嘅，廣東同埋香港，但係好接近，很多東西的那個翻譯的名字都會比較相同，所以我們講吃的東西都比較相同，但是有一些語言還是廣東地區跟香港人講的，或者是那個笑點還是有點不一樣。但係大家都係睇周星馳長大嘅，所以變咗我覺得呢個就係我要開發。咁但係咁咪要快咯，你唔快得過呢啲咧，佢又變咗咧，我哋又乜都做唔到啦。咁我咪所以你問我為什麼那麼 productive，只能這樣去